珠海11月嘅網簽數據已經出爐，呢個數字真係令人又驚又喜啊！到底係曇花一現啦，定係築底反彈呢？我哋大家一齊嚟睇下。先上數據，珠海全市住宅網簽咗1163套，比起9、10月傳統嘅旺季竟然有所提升。但係相比舊年11月足足跌咗40%，仲創咗6年裏邊11月最差成交嘅紀錄。咁但係相比2000年最高峰期嘅5000套成交，依家跌到1100套左右嘅呢個數據真係相差一大截。睇翻各區嘅成績，香洲區410套穩坐第一位，斗門334套緊逼，金灣217套，高新區149套。環球53套，大家揀樓嘅偏好一目了然。再睇翻各區樓盤嘅表現，冠軍竟然係新盤萬書溪裏，瘋狂買咗88套爆冷登頂啊！呢個盤喺10月20號先至開賣，開盤嘅價錢係14,000蚊一個平方左右，仲帶裝修喎。用坦洲嘅價錢買到香洲區嘅樓，喺珠海近呢2年唯一一個一開盤即刻升價嘅樓盤，依家價錢已經升到1700蚊左右一個平方。至於其他熱門盤，都有熟口熟面嘅老面孔喎，包括有華發琴澳新城嘅51套排第2位，華發珠海灣49套，人行濱海灣46套，五洲家園35套，中海環宇天下33套，星河湖山春曉同埋十貴府分別都有30套，世榮景觀27套，航城山海匯26套，10大熱門盤一半都係熟客啊！好多人問啦，連續4個月網簽都係1000套左右，到底樓市係咪真係見底啊？講真，低處未算低呢句說話大家都識㗎啦，但往掹到最緊嘅時候，亦都係反彈力最大嘅時候。而家好多盤嘅價錢已經係貼近建築價、裝修費、稅費等等嘅成本啦。好似咁樣嘅精裝房賣9000零蚊一平方，再咁跌落去，發展商寧願封盤都唔賣啦。其實呢波數據一啲都唔難到，年底發展商搶出貨，新盤有集中入市，帶動咗交易量提升。但係樓市始終唔鹹唔淡，依家買樓嘅朋友越嚟越有理性啊，唔係話冇需求，只係想執性價比，驚買完就跌。不過市場上都有唔少價錢虛高嘅樓盤，你要識揀先至執到平嘢。你覺得11月嘅數據係見底嘅信號，定係仲有得跌呢？可以喺評論區留低你嘅睇法啦。